做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航的抽水站，抽沿航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航还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做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做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航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营队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延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延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旧的新华果菜市场伫10000以后，原址调向为复园区规划，提供医疗甲社会服务的资源。不过，因为市府民政局加入活动中心设计，造成工期一再拖延。议员余主清伫议会定期会自由发言，甚至甲市长对呛。认为无尊重地方民意，所以透过记者会，希望调向多功能目标使用，得到议长、副议长甲多位民进党议员的支持。旧的新华果菜市场伫咧迁徙以后，到底原址是要如何使用？因为民政局加入活动中心的设计，和当地议员余主清认为市府互相作业，伫咧无甲地方沟通、征询意见，就来做决定。因此，为了活动中心，嘛侪届伫咧议会来质询，上午甚至甲市长伫咧自由发言质询时，双方的口气拢相当的愤怒，甚至来拍刀啊！好不容易有的新化的一个重大建设，我的结论已经跟你讲说，你不要活动中心，那就不要活动中心嘛。我也没有坚持要活动中心啊。我不是说活动中心不好，已经有一个活动中心不好啊。活动中心，我哪里说活动中心不好？你要不要追溯我的咨询？你讲说一里不要2个活动中心，我们并没有1里2个活动中心啊。你的使用率不高啊。有啦，议员，我们并没有1里2个活动中心啊。没有啊，同在1里、太平里。但是这联合活动中心啊。使用率高吗？使用率高吗？你要让我被开联名的旗。既然你不要，我们就不要啊。好啊，市长你说不要啊，你说不要啊？市长你说的。你说的，市长你说的，是你说的，市长你罔顾民意，是你说不要活动中心的，就是在建立欺骗上面。双方一句来一句去，议员认为工程的延误是因为规划活动中心，不过市府认为，阁是因为有人反对才会来延误。对此，议员余主清
中昼嘛特别召开记者会，伊表示对头到尾并无反对建设，只是希望市府会用个朝向多功能的目标来使用。在去年6月份，你们公务局就已经决标了。那后来是因为你们强行插入这个活动中心，才导致整个工期去做延宕，而不是说因为我今天在议会讲的，市长回答我说，就是因为我不盖。其实，在地方上都已经去做一个发酵了。我觉得这样子，我应该必须对我自己做一个澄清了。那也请民政局这边，你们名称这个部分，我在预算的时候我也会提出来。那请你们也要做一个修正。我为的就是大家能够使用到一个公共多元化的共享空间。对此，民政局长回应，当初活动中心的规划是经过区公所的调查甲提报，但如果无甲议员沟通，伊嘛承认有疏忽。区公所的建议的部分，我们都予以尊重嘛。那这个部分他没有充分跟那个当地的议员来说明的部分，来沟通的部分，我也感到非常的抱歉。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跟那个区公所那个区长也谈过这件事情。那以后就是有一个共同议题的部分，能让说当选区的议员大家都能了解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总是花政府的钱，然后一个好的政策，让市民朋友能共同享用，而且让市民朋友晓得说市政府有这个的好意，不要说一个好意变成后来被误会之后变成一个不好的，无才开迄钱啊。经过上午的言语冲突，中昼记者会包括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以及侪位的民进党籍的议员，嘛拢站出来小挺议员余主清。议长认为，过去的一里一活动中心，因为市区的使用率并不是真好。议长甲民进党团的议员拢认为，应该朝向多功能的目标来使用。至于有偿的部分，议长嘛建议，看是要用刊物，或者是提案变更使用的目的，再来化解议员甲民政局的纷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市高度赛主会发起，结合各专区、分区以及各赛主会，共同募集30万。13号捐赠予各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主要是要帮助经济弱势学生。由校长黄美智代表接受。伫高度赛主会会长苏汉阳的带领，包括主区的总监督组、第10专区的主席、21分区的主席。以及各区的赛主会、关会联协会等，上午特别捐赠30万，予国立台南护理专科学校，主要帮助经济弱势学生奖助学金。由的校长黄美智代表接受。教育本身就是在社会在国家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基石。那护理尤其护理是在医疗体系中不可以或缺的一个环节。那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孩子们在一个稳定的生活圈里面去做一个学习去做一个努力的一个动作。那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护理事业尽一些绵薄之力给一些绵薄的支持，然后培养出来更多我们的优秀的学子来为我们社会的健康教育的部分做出一些贡献。台南市高度赛主会关注台南护理专科学校，今年已经是第3档，由原先第1档10万，第2档20，到今年30万。去年赞助8位学生，今年原先学校推荐有19位，后来遴选有12位的学生受惠。各位师友师姐们，你们特别的把一个经费用来支持我们的护理精英。用来让他们可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减少在经济上面的一个担忧，专心的向学。我想这个是非常的感谢，感谢的不只是我们的学生受到照顾，感谢的还包括我们未来的人才，都因为有你们，可以有更好的栽培，可以走得更长远，也更能够贡献我们台湾的社会。上午的捐赠仪式。因为拄好当着学校的期中考，因此只有几位受助的学生出席代表来致谢。赛主会表示，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会用稳定学业，未来将持续关注，希望学校培育出更较侪护理人才，为台湾的医疗健康照护做出更较侪贡献。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青森县弘前市的苹果非常的出名，已经连续13档，甲台南大运动百货合作，推出弘前文化物产嘉年华。13号开幕动工，弘前市就用传统的水磨祭奠游行，来为连续19天的活动甲开序幕，场面非常热烈。日本青森县弘前市以生产苹果出名，今年已经连续13档，甲台南大运动百货合作，推出文化物产嘉年华。除了有新鲜地上的苹果，毛济济知名的美食伴手礼相当丰富。根据了解，苹果对第一档卖出3000粒，到去年已经破20万粒，愈来愈热销。为了提醒消费者，一年一度巡回全国的展览，搁要对台南开始。13号贵宾共同用原住民种木槌盛大举办开幕式。3、2、1，2024日本青森县弘前市文化物产嘉年华正式揭幕。为了深化弘前市甲台南市的友谊，市长吴永택嘛亲身到场致意，同时感谢百货全力出行。除了文化交流，我们也更希望看到很多物产交流。弘前市从过去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进行的物产交流，现在有更好的趋势，而且许多台湾的消费者、台南的消费者都很喜欢弘前的苹果。那我们为台湾全国呢准备了我们弘前最好吃、最高品质的苹果，请大家一定要品尝。今年的那个弘前那个物产展非常的特别，因为台南市刚好今年是建成的400周年，那弘前市也是文化悠久的那个城市，所以两个结合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台湾人很幸运。弘前市的28里面有很多最高级的那个苹果都销到台湾来，所以台湾人非常的幸运，能够吃到全世界最好的苹果。弘前市文化物产嘉年华第一天开幕，伊嘛将当地传统的水磨祭典搬到台南大运动百货广场来游行。市长夫人刘玉珍嘛代表市长参与，场面相当盛大。邀请大家为期19天的嘉年华，做回来百货食新鲜美味。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是台湾上大麻仔产地，产量占全台7成以上。台南市政府为11月16号开始，将连续在2个周末举办台南麻季。市长恩惠特地记者会，嘛亲手做麻糍点心。邀请大家做伙来品尝台南油浸麻的好滋味。为了宣传台南西港、生化、安定等乌麻产地所出产的美味，会当看出已经不只是传统的清油制品，多样化加工美食甲伴手礼，更是送礼自用真好的选择。市长委托甲一些民代贵宾伫会中嘛动手用麻糍皮来加入乌麻仔，做成金元宝形状的点心，共同来推广台南在地乌麻的好滋味。包括近年来，我们推动很多胡麻的加工制品，包括胡麻花生酥啦，或者胡麻凤梨酥啦，或者胡麻跟柿子加在一起的冰淇淋，这些就从过去的胡麻油一直到胡麻清油，一直到胡麻面、芝麻面这些的，就一直在翻新，一直在升级，为的是让更多国人认识到台南是全台湾最大的芝麻产地，那占全国的产量70%以上，这可以说是最厉害的，而且是最营养的，而且是最美味可口的。记者会中用酒气加入乌麻冰淇淋的点心大受欢迎，免费提供试食，大家拢食甲津津有味。农局表示，11月16第一场将伫嘉里公园甲生化农会同步登场。11月23则伫安定公所西边广场，最后一场11月23、24会伫西港农会甲后营仓库，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
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全台第一座佛寺台南德克县市，经过20档的重建，总算落成。开工典礼即天，由市长黄伟哲甲超过100座佛寺的主持，以及1000多位的护法善信共同庆贺。其中4000多件文物将会收藏伫德克县市的文物馆。建档完成以后，开放民众参观。请接呀，我们掌声！新旧开德克县市主体建筑的启用采球，各扛全台66名佛寺主持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法号，替中建完成的正殿精彩。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前。24名佛教长老法师嘛伫大殿替四颗摩尼佛圣上开光，整个仪式殊胜阁庄严。这间佛寺位伫南区体育公园内底，高达有360多档历史，是全台头一座。为2005年开始进行整修，经过20档，或者成为市区内底的清净修行道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建筑物的庄严宏伟，但是感受到了更是佛陀的慈悲教诲，期待竹溪禅寺在未来为各位信众大德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护持。重建过程当中，300多档历史所留下来的文物，嘛受到系统性的整理甲保护。除了号称台南3大名片之一的辽南世界，还有明朝观音像等400多件文物，整理完成了后，预计明年1月加做文物馆，让大家来参观。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台南市的观光旅游愈来愈兴盛，农药厂创办人陈永东为了帮后生圆梦，特别结合东东集团，伫东区好买寮开设好买之秋美食广场，除了让后生来经营，为非洲进口咖啡豆的大型咖啡厅以外，还有牛肉汤火锅、日式家庭餐厅，甲日本二手店的品牌，咱做伙来看卖。3、2、1，请用钱。在老虎尾巴的艺术墙前剪彩，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占地4000平，汇集吃喝玩乐的复合式商业休闲大楼虎尾之丘在东区重磅开幕。我退休了，想要讲为这个地方做一点事情啦。但是我办一些活动，让附近的那个居民小朋友可以参与这个活动。我的假日来这行行也好。找来东东餐饮集团合作，集结台湾本地与日本的热门品牌，包括从非洲进口咖啡豆的精品咖啡，最具台南味的牛肉汤火锅，亲子用餐好选择的日式家庭餐厅，还有近300平日本最大二手品牌的旗舰店。第一天的状况是蛮不错的，楼下大家吃完饭上来可以做个休闲运动，逛一下。所以这边也会带着我们的整个区域的商机一起。这边应该东区比较少像我们这样小规模而且好停车。这2家日本品牌是在日本是上市公司，是跟东东我们合资在台湾成立的企业。那我们Joyful我们今天开幕的这一家是全台湾第20号店，我们已经开20家了。那海德沃伍今天是第5号店，是我们目的在台湾要开出100家。未来广场假日时都会举办各类主题市集，开创台南旅游美食新地标。无论是亲子同欢、商务访谈、循环经济、享用美食等等，都能来这里。记者说怀谈的报道。迎接2025上北世界总联运动会，世宗运的彩绘列车嘛正式启用。除了外观有高质的吉祥物装扮以外，
车厢内面的设计嘛真有卡斯，展现各种运动项目。乘客当透过车厢内面的 QR code 拍卡报名，成功报名者会当得到丰富的礼品。请启动。2025双北市壮运进入倒数200天，彩绘列车正式亮相。除了有可爱的吉祥物壮宝外，车厢内部设计更具巧思，展现各种运动项目，像是网球、篮球、举重等，并与日常生活结合。更特别设计是壮运金牌手拉环，希望乘客在通勤途中也能感受到运动的力量与梦想的坚持。彩绘列车将行驶于淡水信义线及板南线，乘客透过车厢内的 QR code 打卡报名，还有机会抽中壮宝吉祥物。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透过我们市壮运的彩绘列车，然后跟我们市壮运做一个结合。那这个彩绘列车，我们要感谢我们设计师真的很用心吼，我们跟日常生活跟运动做一个结合。譬如说刚才下一个车厢有一个举重的哈，它还有一个举大冬瓜哈，那还有整个炒菜跟网球一样，都可以做蛮好的一个生活上的连结。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哈，希望鼓励大家来运动，鼓励大家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那刚好很难得，我们台湾的第一次，也是亚洲的第一次的世界壮运动会，在我们双北举行。那我们场地哈，不只是双北而已，我们还有宜兰，还有桃园，还有新竹县市，有6个县市，69个场地之多哈。那我们希望民众鼓励大家来一起来运动，跟世界做接轨，然后也可以做文化交流，那可以做一个城市的观光，也可以做跟国际做一个蛮好的连结。我相信这个盛会一定非常精彩可期的。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世界壮人运动会。最主要这个彩绘列车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鼓励大家了解一下市壮运在双北来举行。那这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就希望说大家透过进到车厢里面，很多的运动其实跟平常的生活是可以做连结的，可以激发你运动的习惯、运动的热情跟热血，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顺便来报名我们世界壮人运动会。所以在每一个手把的扶手上面，你都可以看到有金牌。所以无论你在搭车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像台湾之光一样握着金牌前进到你的目的地去。那我们也让壮宝的形象在整个列车上面出现了，不管是列车的外观或者是窗贴，都可以看到壮宝的样子。甚至媒体朋友的后面有口型贴，口型贴的话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创意的表现方式去让每一个运动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结合，像大家背面所看到的那个是在厨房里面炒菜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会炒菜呢？因为它就跟网球一样，它会需要一些巧劲。如果大家可以往后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设计上的巧思。其实我们车厢做了总共有3节的全包地贴哦，那这些地贴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动有关。比方说像是网球的话，你就可以在地板上找到，除了网球以外，还有厨房的洋葱跟平底锅。那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上面也有整个网球在运动的轨迹，所以希望大家在搭捷运的时候都可以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成为下一个世壮运的金牌得主。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执行长林哲宏表示，世壮运结合运动、文化、城市观光与国际交流，是台湾与亚洲首次举办。目前国内有超过25000人次报名，国外超过6000人次参与，最高龄报名者为103岁。现在报名目前一共25000人报名，那国外将6000多人报名的。那因为他一个人报名的部分，他可以报最多3个种类7个项目嘛。那目前已经有32000多人次已经报名在我们世壮运里面来，真的不容易。32000比奥运会10500，比亚运会1万多，比世界大学运动会还要多。那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希望把这样的活动把它办好，也欢迎各界的一个外国朋友们来到台湾，然后喜欢上台湾。蛮好的，做一个所谓的台湾的行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我们报名还送什么？各位知道吗？我们后背包，还有运动毛巾，很大的毛巾哦，70乘以140的大毛巾。还有呢，运动水壶，还有纪念 T 恤，还有如果国外的朋友们来报名参加，我们要送他1200块悠游卡，这吉祥物造型的悠游卡。
可以到处我们可以做捷运啊、消费都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我们报名结束到什么时候？各位知道吗？明年的2月17号就截止了。欢迎各位朋友们鼓励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参加，这是台湾的第一次，也是亚洲的第一次。只要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哈。只要你对运动有兴趣，这个运动蛮好的，就可以养成你终身运动的习惯。而且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参加国际赛事，当不上国手没有关系，这一场的比赛哈可以跟世界接轨，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来自126个国家已经有报名了，这人数蛮多的。那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双北市壮运将于2025年5月17日至30日登场，无需选拔，凡年满30岁者皆可参加，让热爱运动的朋友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翔啊，不进步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